食。哎呦，你的头吼，愈来愈大了。啊，搁你的腹肚啊，愈来愈大。啊，尻川阮是继续搁再大落去。你安尼食落去毋是办法咧，愈来愈肥了咧。啊，无啊，正常啊，一日5顿还着食，啊，宵夜袂加。对啊，宵夜袂加。一日5顿，搁宵夜无算啊。哎呦，暗饭减食1口，哇，甲99啊！养生之道咧，就爱暗饭食较少，人嘛会较健康。平时咧，我人会早餐、午餐，会使食较丰富，暗饭咧就减食淡薄啦，减食1口，身体嘛会较好。哇，家伙，厉害咧！啊，毋过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，系啊，我毋知啥物意思哦。安尼我就要好好甲你讲，我若无甲你讲，你永远拢无知。我又惊我甲你讲，你甲10个人讲，甲10个人讲，我就不你甲我讲就好啦。我甲你讲就好啊。迄个意思就是吼，你暗饭哦，莫食太济，你食太济对健康无好啊。是安尼哦。毋过，谁啦？我会鱼呢哈，头先明明有鱼的啊，你家食了啊？无啦，不要紧啦，我有叫虾，等虾咧，你来食虾就好。啊，无鱼虾嘛好啦吼，无鱼虾嘛好啊。做人咧就爱知足，啥物物件足够就好，太济嘛会有烦恼。无许下嘛好，这句话咧，就是叫我人啊，唔通太过执着。我人食袂到这项，其他的嘛袂歹嘛。安尼好，我食，我食。我会煎到呢。你讲话呀？无啊，你话啦。不要紧啦，食这啦，这是啥？什么龟苓膏哈？食这啦，无鱼虾嘛好啦。别个食我嘛好啊。那你啊？无鱼虾好啦。嘿啦。